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我是花子，恁的网络好厝边。嘿，我今日头壳痛，无代志，大家免烦恼。忘记了，我也会讲中文啦。嘿，好，大家晚安。那个，先跟大家打招呼，先来小借问一下好啊。伊拖着去吃暗暝环境，佮有咱的创啊，一个暗暝环境，佮有。谈到起啥？礼物暗暝环境，佮有斯洛姆暗暝环境，马自里暗暝环境，阿玲暗暝环境，嘿，多谢大家关心。那头听就加好困寡好，会啦，今日应该袂开足久啊，毋过一方面是因为迄个我其实有小看者啊，这网站嘛，小看安怎讲，我的头安怎啦？我的头安怎？嘿，我的头，敢有看起来有啥问题？应该无啦吼。呵，嘿，因为这个网站可能讲了嘛，讲真紧的讲了，所以咱就轻松来做伙来看就对啊。嘿，好，对，咱就来开始。嘿，我有调查一下，你看又不是只有我。有88%的人也是天气很冷的时候就会头痛啊。对呀，这还好啊，这也无啥，免想过没有痛到快死掉，还可以啦，还可以。腰会使。大家暗顿食饱未？敢有食暗顿？应该拢有食啦吼。若无食暗顿的，会使买一下饭来配。嘿，今仔日应该是袂有啥物互恁食了，毋是食了。今仔日应该是袂去讲到啥物互恁食袂落的物件啦。今仔日咧拢做正常的啦，应该是毋免伤过烦恼啦吼。大家应该可以相信我吧？你们应该可以相信我吧？OK， 那我们就来一起。有人要我食？阿姐无要食暗顿。啥啊？是因为小等要困了，要准备上班了，所以就无要食暗顿啊。马自里食饱好，真好。还有咱伊头就去吃讲啥？头痛会去工作，直接团不一定啊，看你多穷。唉，听起来像开玩笑，但是就不知道对啦，是可以少工作啦。那你知道吗？在我有很多做不完的工作里面，开台已经是最不头痛的工作了哦。对呀，我今天本来也是想要剪片，然后还有就是继续准备一些很麻烦的企划，但是好像很好玩，但是就因为我发现我吃头痛药之后好像还是没有好，所以就还是有点痛啦，没有到很痛，就还是有点痛，所以我就也确实没办法做太酷炫的企划，或是很认真剪片啊，这也没法度。我已经有那个啦，我已经有多休息多偷懒了。好，废话讲伤济，咱就进来看咱今仔日这个网站好在啥？其实我有放在那个说明栏那边，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用用看那个网站的话，可以在说明栏点进去。然后今天这个网站我是在什么时候发现的呢？因为就是大家如果平常有需要查台语字典的话，我自己最习惯用的就是这本厝的台语网络词典，非常好用啊！有多好用？今天好像没有主要要讲这个，但是对，就是它收录了很多不同来源的索引，就是怎么说嘞？就是简单来说，我们滑到最底下，有说抓册索引啊，还有做者文学著作的索引，反正就是他把很多不同类别的词典，包含那个本来就是网络版的，或者是原本是纸本，但是有把它整理，那叫什么？算是数位典藏吗？是可以这样讲吗？这应该算一种数位典藏吧。就是比如说什么日本时代那个日本人在研究台语的时候，就有留下台日大词典。阿玲说要查台日的时候，你要查那个台日大书典的时阵对吧？要查要现迄本的时阵，拢为家来有影，真正做方便哦。就包括那个日本时代留下来的台日大词典，它也有做数位典藏，也有直接归档进去。然后甚至你想要的话，你可以看它的
原文版的，就是也不是就是原本的那个页面翻拍或扫描的图片，然后用讲的没有用，直接查给大家看比较快。但是大书店有啥咪？有啥咪书？唔知请，迄阵应该已经有请啊啦吼，应该有。好啊，比如讲咱看请是啥物件，咱就会当看到代志有代志大书店有加，请啊就有啊，你试这详细，咱详细来看。现原册，你就当看伊原册内底生做安怎哦。小等者，小等图都照出来，哎，这应该是扫描的吼，非常的清楚。这请伫遮啦，请，请，伊就有迄个用日本话来说明安尼，这就是那个日本时代留下来日本人研究台语留下来的。就是怎么说，就是词典，对，非常好用，真的非常好用，对，所以诚心推荐这个吹台语给大家用。没错啊，除了台字大词典之外呢，当然就也有很多其他的，像这个甘书店，应该也有比较有研究一点台文的人就会知道，这也是很经典，然后也是很常需要查那个台语词汇的时候会用到的词典啊，诸如此类啊，比较新的也有哦，像这个台华线顶书店也有收录进来啊。如果你觉得太滑，你就不要看这本，对，可以这样讲吗？对啊，现在还越来越多因为那个台文给西咪，对，是的，这个词典，这个网络词典是由台文给西咪这个团体吗？应该是团体。就是在经营以及可以说经营嘛，就是有在保养维护这个网站，然后就是我很确定以前没有把那个台语追供放进来，因为以前没有台语追供，就是比较新的，这是台语追供是哪一年出来的啊？是2024还是2025？有一点不确定，对，但就是他现在还甚至把台语追供也放进来。所以它是一直有在更新的，一直有在收录越来越多的新的台语文的，就是词典，对，只是形式比较多元，不一定是像只有以前纸本的，就是包含一些网站也被收进来了，所以那个就偷偷宣传，没有收钱哦，对，但是就是我放大一点给大家看啊，这很重要哦，来吹台语吼，伊是高。台文加西咪，伊的木主计划咧放，对咧放的，这都完全是靠大家资金来运作哦。伊讲台语文要兴，请你同齐行做阵来支持。所以大家如果觉得这个很好用，或是觉得很需要多用的话，可以赞助他。我之前没那么穷的时候有赞助过，但是现在我发现我也很穷，对啊。不过大家如果真的觉得这个好用的话，真的是可以支持。这个真的就是我觉得是做台语文内容非常重要的工具啊！酸晚安，欢迎你来。对，像大家若有想要用台湾话，不管做啥物创作吼，比如讲你要写小说，还是写诗，还是创啥，你可能总会拄到一寡你需要编书店的状况啊。这个时阵这就真正做好用，非常好用。现在是要找人赞助啊？对啊，我以前还有赞助他们，现在是我要找大家赞助我。对啊，你们不一定要赞助啊。你们如果觉得这个东西比成火蛇更有用，不能这样比啦，不能这样比。但是我其实想说的是，这个好像也蛮需要钱的，所以大家那个如果有余力的话，也是可以去支持它，因为真的很好用啦。好啊，就是我发现那个台文给西咪，除了做了吹台语之外，其实好像还有在做一些新的不同的功能。对，我是在那个吹台语的最上面这一排，就突然发现怎么长出了新东西哈，长出了这个 Google 是怎样？不知道，就点点看。我们今天就可以来看，终于到今天的主题了，太好了。是的，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个网站呢，我发现我切掉了一小块啊，等我一下，我把它拿出来，等我。就是安尼，今仔日我就发现。那有一个新的网站，
嘛是台文假西咪做的，叫做台文谷歌，伊是讲谷歌呢，和台文谷歌，长得像 Google 吼。好啊，这到底可以拿来做什么嘞？我发现我们的位置可以调一下，比较好看。小蛋姐哈，因为我是对这个画面有要求的，所以我调整一下。台文谷歌啊，伊是从我这边怎么也切掉啊？奇怪了，好烦哦，请等我一下。那样呢？嘿啊，有这谷歌啊，足够追的呢。0287按满欢迎你来。等一下，东切一块，西切一块。好多了，太好了！直播表演调整画面给大家看。好大赛哦！哈哈，好碰哦！是不是这时候就要说这个？好啦，不要卖脑，呵啊！伊是要利便台语学习者参考台语文章来学习台语语术的艺术语法、句法，句法嘿啊，对啊，我觉得这个还蛮有道理的，就是像如果我要随便搜寻，我不知道台语，我通常都用台语搜寻什么啊？那我们就 V 圈小白问问题，请问砰怎么来的啊？这个难倒我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来的啊。有时啊我本人拢安尼啦，不管是讲台语还是啥物语吼，就是迄个词吼，我若知影意思啊，我就对咧用啊，我将来唔捌认真想过，伊的迄个词是安怎来的，没有关心这件事情啊。但是大家都这样用，我就继续这样用了。所以我不知道啊，知道的人可以在聊天室补充。好啦，比如讲，我若想要用台文查啥物？台文，台文台文呢 BL 小说好啊啦。啥物？等下。你用台文查议会哦，干嘛呢？好，讲到倒位？来，互大家看哦。我查台文的 BL 小说，我是拍台文，毋过出来结果咧，无半个是台文的对无？出来结果拢中文的，就算有嘛，迄关系有关系无毋对啦。毋过伊放伫较后壁呢。你看头前三个拢毋是。书单推荐6本 BL 小说推荐，啊，甲台文无关系啊，对啊，这嘛完全无关系啊，这嘛完全无关系。大家若是伫网络顶面拍台文，要来敲出一寡文章的时阵，拢找无找出来拢中文呢，可能因为你用汉字啦，紫色是我点开过吗？没有呢，这我都没点过呢，我怎么知道它为什么一开始是用紫色？因为我直播的时候用的浏览器是跟我平常私下用的不一样哦，所以对我跟这个浏览器不太熟。所以我觉得有道理啊，所以大家若直接伫 Google 吼，虽然头拄仔毋是 Google， 直接咧拍台文咧找文章的时阵，找出来足侪拢毋是台文。啊，你若拍汉字，你可能就是找到中文的文章较侪。啊，你若拍全部拢罗马字，你若拍白话字，你找到的可能会是越南文，可能会找到越南文呢。现在因为 Google 伊分别出来，就是大家如果有看过那种全罗马字的文章，就整篇都是台罗。我说的台罗就是所有的台语罗马字，包含教育部台罗跟那个北维基，反正不管。如果你看过那种整篇都是那个台文罗马字的文章的话，然后如果你有 Google 自动翻译的话，他就会问你，请问你要不要翻译越南文啊？为什么？就因为就是对，现在能用全台文写文章的人太少了嘛，所以全台文的文章就也很少啊，所以 Google 就也不知道这是一个独立的语言，他就会分不清楚，因为我们现有的那个文章数量没有那么多。
文本可能不够多，至少在比例上是不够多的，所以就会有这些问题。好，所以咱即摆有台文谷歌要来解决这个问题。啥啦？你伫遮敲出的物件找出来拢是，伊拢是有保证，拢是台文的。对，他有特别设计过，就是你在这边搜寻到的一定都是台文的内容，不会出现，应该不会出现中文或是越南文。因为越中，谢谢阿酸，好想背你600哦，但是我都在讲冷笑话，我也没资格背你600。那你就把这个编600，就是放在你的心肝底就好，耶、好，所以那我就你们来按嘛，欢迎你来，你感觉用过台文 Google 会使用看卖哦。过来咧，伊就是会盗去全台文网站，互 Google 来找的。会使去迄个网站读文章。DC 群内底敢有整理的台文台语资源有，毋过无甲所有我知影的拢放入去。但是好像有，我记得有这个频道呢。我记得我们 DC 群组，如果你有选中文使用者这个身份组的话，好像有，奇怪是中文使用者还是台湾使用者，不知道。反正，我记得 DC 群里面好像有专门放台文学习的资源的频道。如果没有，等一下我再去看一下。我记得应该有，对，但这个我还没放进去。对啊，大家平常不一定只有我可以把知道的那个学习资源放进去，大家自己有想到有看到，也可以直接在我的频道放。毕竟我们的那个 DC 就是也蛮 free 的，对啊，不要违规就好。回弟就是安尼就是你若有要想要写台文，比如讲你是要用台文创作，还是要创啥？创作嘛，不一定爱创作啊。你若是干那，就是想要用台文来过你的生活也可以。准备你是不会头痛的，不用糟糕啦，又不会怎样。你不会头痛，我会怎样吗？没关系啊，这恭喜啊，恭喜你啊，那样很好啊。回弟会当来家参考别人迄个台文拢安怎写啦。因为有影，大家如果想要提升那个写作的能力的话，确实最直接的就是看别人怎么写，然后你就会比较知道那些词的语义情境之类的，所以非常有道理。好，讲完它有多好了，我们直接来用用看。来演看麦，哇，请拍你要出的词，有人讲是要学音标者，音标通常咱讲音标可能是指了台语文的拼音对不？艾尔安曼欢迎哦，你好啊，那个，对，你想学恐龙的台语吗？我有在想之后要去找你啊，还没找你。好，有人讲是要学音标好啊，音标通常就是指咱那个可能台语的罗马字嘛，无咱找看卖罗马字好啊啦，罗马字，看会当查到啥物啊？都有啊，这些东西台文的，嘿，不要在那边口头讲啦，不要这样，嘿。这拢是台文的，就甲你平常时用的 Google 都无同。你平常时若是伫 Google 还是 Yahoo 凊彩啊，你平常时伫网络顶边敲出的时阵，出来拢是中文较济，无伊这拢是台文的。你看台文白话字的历史简介，写台文，台语罗马字学习牌啊，这哪会中文的？想学音标的话，阿玲有放教材上去哦，那很好诶，是在那个嘛 DC 的群组，好诶。台语鸟也使切做台文啊，安尼无代志啦，直接切做台文。安尼就台文啊。平安内底这，咱这网站是介绍阮制作的台语罗马字牌啊，对学习台语文有大帮助，嘛是母语家庭、母语教师真好利用的教具。台语罗马字台语罗马字哪一摆啊？哪记趣味更简单？如果查台语学者的名字，就他们有哪些台语学者可以提供一下吗？好，请大家提供名字，我们等一下可以来查查看。我觉得可能有哦，因为你看这个台湾文学馆线上资料平台。它是有写作者名的，
我想作者名放进去，他应该是查得到的。我觉得他应该是查得到的。好喂，他这边甚至左边就是全罗啊。哦，安慰真好。咱小等来试看卖。对，就基本上全部拢是台文的资料，还会找台语书店，搁找到家己。来，咱试看卖，找看卖。哎呦，恁知影的教授拢足济呢。汉德咧，我较汉德咧认真读册啦，吼。我拢无咧认真读册。有啊。Wikipedia 嘛有呢，真正有甲大家分享过，就是咱 Wikipedia 嘛是有迄个，咱的 Wikipedia 是有，这算啥物？伊是算啥物话？或者就是会当讲台文吼，我会记得伊迄个名毋是台文毋过我毋是台文学者，我毋是，嘿，对，就是 Wikipedia 嘛有呢，所以是有诶。敢会出迄论文？毋知论文，咱看卖。论文哦，资料库。而且闽南语吼，对，我会记得伊那像名是叫做闽南语，嘿。毋过看起来内底咧编辑诶人写起来，迄个感觉较像是台语。这敢会当读？这敢论文？这应该毋是吼。这台湾学了话，台湾学了话语，台湾学了话语声调研究，这要哪读？这是目录尔吼，这应该目录尔，这可能无迄个文章。安尼我毋知呢，毋知影论文敢有通看，这我就无确定啊。好，搁有啥？头拄仔讲阿慧敢有就，首先我不是台文学者，我只是有在使用而已，我离学者非常非常非常远，我没有在读书，没有在做研究。对，也毕竟那个任何一门语言都是一个专业哈，台语文的专业也是很深的啊。我就对，我没有那么深，我只是有在使用这个语言而已。对，我只是把它拿来做很酷的事。我觉得好像很多领域都是这样哈，就是研究归研究啊，那个使用，想一下怎么说，研究是研究啊，学术是学术啊，但是把它拿出来用，好像就又是另一回事。对，所以我自己给自己的定位，我觉得我不是很认真在研究的人，但是我会把人家研究出来的成果，能吸收的话就吸收一下，然后拿来做一些实作，拿来实用，拿来做一些，嘛是我感觉会当，就是台语文要兴的会当去做的代志。使用一个语言本身就是很酷的事啊。对，我也觉得，你们也可以用，你们用了就也很酷哦。是真的很酷啊，尤其是感觉现在，虽然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讲，但是我觉得没有啦，事实就是这样。事实就是现在有能力用本土语言过生活，或是有能力用本土语言创作的人，就可能还没有那么多。对，那如果你愿意，然后你就有喜欢这个语言，你有喜欢你的本土语言的话，真的是可以做做看，然后。至少会觉得自己很酷，然后我也会觉得你很酷。对，好，那讲了有共那无共，不知道在讲什么。好啊，那但是找得到陈火蛇吗？我也很想知道敢有单火记啊？应该是无啦吼。佫真正有呢！哇，找单火记竟然找有！哪天有新东西问世，火哥抢在学者前用台文定义发音。你是说发明一些新的词吗？这个本来就不是学者才能做的事啊，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到新东西出现的时候，
一个正常的语言，就是大家会自己去决定那个要怎么翻译。只是因为使用台语的人太少了，所以然后有很多人都习惯就是直接借用华语的翻译来用，对。但其实，其实这可能本来就不一定是学者的工作啦，对。就大家有看到什么新发明的时候，可以自己去想想看它的台语叫什么。你也可以抢在所有人前面哦，不一定只有火蛇可以哦。自己放。现在吹单灰记吹有什么陈火蛇伟人名人？哪里有伟人名人？哦，好啊，不过这个是怎样啊？哎，王子烧晚安欢迎你来，这个是怎样啊？台文通信网报啊，太有我。哦，这会当直接入去看哦。哦，还有《西游记》的历史诶，哇哦！《西游记》的历史，哇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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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做专业的啦。哦，而且足长诶，这真正会当学到物件，救人，好赞哦！这个真的是的，因为我本地就是这种人哦，我就是无聊的时阵，我等下想讲好，无我来网络顶面洗洗咧，啊，就来看迄个我熊想到啥，啊，就凊彩找一下，嘿，嘿，啊对，你若比如讲迄个你最近可能注意到腰子病这项代志，敢若这重要，想要得到更较济甲腰子有关系知识，啊，你就来找一下腰子，敲找一下，啊，结果就会找到这，啊，你就一篇文章通好读，好，大家家己去看吼，嘿，今日无要教大家，无要读册，互大家听，大家有兴趣家己去看，吼。哦，有够济，哦，啊这嘿啦，我投稿的啦，我家己煞袂记，这足久进前啊，嘿，我有投稿无毋对，啊，恁会当去看啦，对，大概都安尼吼，啊，其他都毋是我啊，就是其他的伙计啊，嘿，就是讲真正在讲伙计，毋是名，就是真的在讲火蛇这个东西，不是我，哎呦，好厉害哦！好想要随便乱查哦。哇，少年人之间真流行一句话，情侣总敢有0摆，无就是无限制摆啊！对，这我投稿的无毋对。哎，各位当查啥物？再随便查一个好了，随便乱查。还有什么我想查？最近在关心啥物啊？头疼啦，敢有？哦，台 B 的文章登在台文通讯世界创举，还好你嘛会当去投稿啊，是咧选稿，你嘛会当去投稿啊，你去投稿，你嘛会当出现伫内底啊，对啊，哦，结果拢是咧讲大家拄着啥物头疼的情形吼，对一般使用者来讲嘛是真头疼，解决的问题。头疼就爱啉，无接迄个，无接人迄个工伤无法度吼。嘿，哇，毋知影佫有啥呢？性命险难。哦，应该是无。嘿，好。所以应该吼，即个网站的即个原理应该就是有去收集一寡台文网站啊，有说明哦，头天就爱啉奶多谢，啉奶。伊讲的有理啊，头天就爱啉奶。哦啊，可能有的人就是，可能恁头家就是感觉你互伊做头疼，你就会当安尼甲伊应。你就会当甲讲头疼就爱啉奶，好啦，台文网站，嘿，所以下底这个网站是眼时情，这我毋知影有这个词呢。下骹这个网站是眼时情，咱谷歌会去吹啊，所以是有资料库的限制啊。照网址排列，麻烦迎推荐其他有台语文章的网站啊，水啦！
会使推荐呢，会使推荐呢。所以大家若是有想要推荐的，有看到一寡，比如讲可能是 blog，就是人咧写文章的，吼啊，确定内底拢是全台文的，应该就会当，毋知安怎推荐的写批哦，敢是可能哦，有电子批通哦，所以应该是会当写批去甲建议，啊像阿慧诶，像迄个头先啥，像讲。阿慧的频道可能就无适合，因为我的频道写中文足济，嘿，毋是全台文的，可能就无遐适合。是安尼。哦，所以这有足济呢，逐工一百天文度。哦，啊有讲就是，毋若会当推荐，你嘛会当直接试入去，啊，你就会当直接为遐学物件。比如讲这较有名，这应该算做有名。逐工100天文度，嘿，有诶咧学台语文的人会知影这个网站。嘿，应该就是有甲迄个 NASA 摕到授权，啊，就是会摕 NASA 的图，啊来甲大家解说一寡就是天文的知识，天文的知识无毋对啊，这个有火纸啊，它个有火纸，马头青云甲火纸青云，哦，我有家己的青云呢，我有家己的青云救人哦，哇！啊，毋是青云，伊是读星云。马头星云是天顶一个足有名的星云，啊，咱直接读白话字好啊。马头星云是天顶一个足有名的星云，你会当伫即张相片上正边的感觉色发现星云哦，发射感觉色的发射星云遐，看到较暗迄个乌，较暗迄块乌云。这袂歹呢。大家若有介意天文的吼，有介意看天星的吼，会使来，会使来，会使来遮学足济。水呢。还有足济啦。医学台语，哇！你若对医学有兴趣的，嘛会使来遮看。哇！为着纪念伟大 VTuber 火箭，无即种代志，还无伟大啦。哦。医学台语教材呢？啊好，这网联啊，迄个网联啊，迄个啥虎气啊？这有真济东西我家己毋知影。我来外口看护学，来外口看护学，这老册，这可能哇！这是咱以早迄个呢，这是咱以早迄个先生吼讲台语的知识分子，迄个呢，哇，会看的，会摕来学医学的册呢，无咱凊彩来现一页来看卖，咱看骨头好啦。啊好，望来那虎气，老啊，伤老啊，毋知影佫有啥。袂歹呢，哇！所以大家若是有想要要安怎讲，加收集一寡甲迄个，就是有写台文的网站吼，会当直接来遮现吼。啊是，大家若是有知影诶台语文的网站，啊遮无收到的，嘛会使来推荐的款。奇怪。我进前我想看下，有一个号做啥？进前有一个我嘛有咧看的网站，叫做读台语，科学社。啊，读台语学科学，我会想到伊一点我设定的啊。对，这个 blog 嘛真厉害哦，伊就是用台文写足济无共路的知识，神经科学、医学健康，啊个什么拢有，演化生物学嘛有，啊毋过遮哪像无呢？好，小等就来写批，敢真正无？我找看觅。科学啊，真无呢。好，小等就写批，甲伊推荐啊。因为这内底嘛拢台文的，
嘿，而且伊佫有朗读哦，会当听哦，会当直接听伊朗读哦，这网站嘛足厉害。好啊，介绍了啊，应该介绍了啊，耶、哦，伊佫有解说讲安怎找呢？安怎找？市网站顶面的即个汉镜就会当找好知影。哦，可能佫有一个语法的说明者。若需要特别找某咪数，会当用双引号来找。哦，知影。好 ，OK，就安尼，大家当去用哦。讲了啊。哦，若准后回我真正有做啥物确定是全台文的网站，才来推荐啦，因为暂时我的 YouTube 频道都毋是全台文的，所以我是感觉应该是无符合，绝对是无符合，所以即马无，后回若某物所在有才讲，才过来讲。好啊，今仔日我有影是会使加休困啦，而且即个网站嘛简单，毋是看伊无哦，毋是即个意思，讲的简单，就是咧使用真简单，原理其实嘛介简单，原理嘛讲了啊，所以大家已经会晓用啊，嘛有试用看觅啊，真正好用，推荐互大家，若是想要互家己台语文更较进步。我感觉读文章绝对是足重要的。若是读文章，你若要语言进步，你嘛是绝对爱写啦，爱去练习你写家己的文章啊，写日记啊是啥你要会晓写，你嘛是爱加读，看别人安怎写，你才会较知影安怎写。所以咯，即个网站大家真正会当加来利用，加来利用真正袂歹。你若感觉讲你有加利用啊，用了无纳钱啊，说个怪，暗时困袂去，良心不安，就来遮赞助，应该是遮。叫做台文加西面啊，遮就有一个迄个加西面的图，之类，会走者啊，都有啊。台文加西面，啥有在加西面？因为做者加西啦，做者加西互大家用。大家当做伙来用，啊，嘛当赞助，安怎赞助？应该有足济啦，有几若种诶赞助支持遮个方法拢会当哦，拢会当家己寄付哦。就好康诶报互大家，无一定爱纳钱啦，你去用嘛袂歹，有去用恁台湾话就愈来愈高，这嘛是对咱规个即个台语文诶社群嘛是足重要诶代志。就是安尼啦，讲了啊，我就通来休困啦咱后回见面，因为我即礼拜休较济，因为我最近代志有影较济，包括足济代志，包括迄个甲频道有关系，佮有无关系，佮有私人的，佮有要创迄个后摆新节目的，佮有迄个有诶无诶所以即礼拜休较济啦，后回见面是拜五。若无意外就是拜五暗时的即个公票出的教室对无？咱公票出的教室才来见面。讲了啊，好啦，真正好休困啦，啥物难怪能者多劳，袂当安尼讲，不可以能者多劳，能者多劳就会过劳哦。对，好，好。那我们就降落去别的地方吧。我们去听别人唱歌好了，拜拜，晚安，耶、活着过劳，活着是怎样？灰记啊，拜拜，今天开好快啊，真是稀里糊涂结束。好，我可以去休息了，谢谢。还是我应该要做别件事？还是我应该休息？还是我应该做别件事啊？还是我应该休息？还是我应该做别件事？给休困，好啦，好，再会。